平安。主席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将你家己交伫主的面前，摆上自己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用祈祷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求圣神有信心安静咱的心，咱会将一切的烦恼、忧闷的代志交托给伊。伊是听祈祷的主，伊直觉听咱的困求的声。主感谢你赏赐阮新的日子，互阮伫你的内面是新创造的人，帮助阮为专心专意、真心真性真力来服侍你，搁来敬拜你，也要开嘴来学乐你，见证你的奇妙大作为。阮当搁聚集伫你的殿院，我们享受你所赐的平安，你所赐的喜乐。愿你听阮的祈祷，愿你感答阮今仔日的敬拜。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搁一摆来享受主的平安喜乐，咱要用信仰告别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我信上帝，造人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者，咱的主，因为圣心投胎。对在生入玛利亚出世，以本着约了进来受苦，定是的死来作的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可活，当天他在在地上帝的道理，因为你家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心，我信神，共同教会。圣所相通，最下的永远的我，天花的王名，阿门。平安。搁一摆要将荣光、荣耀归乎咱这位独一的神，独一的神，伊是最奇妙事的上帝，伊会出伊的圣手来帮助咱、拯救咱，脱离迄个苦难的路。当咱安尼求的时，咱体会的时，就会亲像受苦难的约伯安尼讲：早前我捌听见你，打我亲目看你。咱这回来敬拜，有一位神，他有全能创造宇宙。有温柔的手安慰我们受伤的灵魂。你唱的是，咱来体会，咱来感受，这个上帝是安尼的上帝。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永久耶和华，有权威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坐在宝座上，判一切罪恶，也是在世界完全人的路，有
名叫耶和华，有天的阳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当咱唱这首歌的时，咱也要知，伊是咱的王，伊是咱的主，咱会将咱一切所有的会使，就甲伊讲，摆在伊的面前，相信拯救咱的，要成做咱的荣耀。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为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的天地软弱。有一位神，神，的神，名叫耶和华，有天的阳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永在的神。我们再次来宣告。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天的阳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伫马太福音22章，马可21章，路加19章的所在，约翰福音12章的所在，拢有记载主骑驴入耶路撒冷。众人看见，因就将衫裤铺伫路的顶悬，将手机砍下来，斩倒来，放伫路顶，放伫路顶。然后对行的众人拢安尼话，何是那规大笔的子孙，奉主命来的是应该称颂的，管管至管是何是那。当咱甲这个日子叫做樟树主日，咱要做伙来像早前的以色列众人安尼讲，哈利路亚，何是那？荣耀归伫至高的上帝，做伙来欢喜出声，也请大家起立，你若方便来起立，做伙来学乐伊。来，我早前的以色列人，哈利路亚，学乐伊的名，来欢喜出声，我们主的名，我们你的救星光。来欢喜出声，我主的名，我们依然救星光。阿门，阿门，
就是啊，我的主的名，我要你来救心肝。来看伊就是啊，我的主的名，我要你来救心肝。我没有了，我要你来救心肝。来，感谢这个，来让主唱新歌。来，欢喜就下，我的主的名，我的你来唱新歌。来，欢喜就是啊，我的名，我的你来唱新歌。我没有了，我的你来唱新歌。我的你来唱新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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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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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没了，我们你来救新歌。我们你来救新歌。再一次宣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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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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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咱就用根据咱来做上帝，请坐。伫中秋主日的时，咱袂想到，主要说是要去行一条可行的路，毋是要做王。所以伫咱虽然酒开始的时，咱会安静咱的心，伫主的面前，求伊来帮助咱，会晓过主耶稣为咱牺牲性命所付的代价。那么，这回来吟这首宝贵诗歌，那要是不是歌，就无应了。主耶稣，我感谢你，以救性命，为我来死。抓我出我，今日革命国度，好我荣耀在我地。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贝为我流出。我归去改变，一定能在心事，和我完全的主，把我心爱我的送我心啊，主耶稣，我爱了你。主耶
稣，我感谢你，你休息了，为我来死，带我出海，今日光亮高高，和我为个在我地。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贵为我流出，有你是给的，与你永在一起，和我往在一起，我必须。我要搁一摆邀请你用祈祷来到主面前，将你的心事交代伫上帝面前，因为伊是听咱祈祷的上帝，伊是逐工派咱苦难的主上帝，伊听咱的祈祷，无论是细声、心内出声的祈祷，伊拢听，也用感谢，以手术主耶稣做咱赎罪者。赎罪者，将这救恩属你我，互咱的生命通搁看见光明，互咱生命黑暗的角落有伊的照光，咱通搁活起来。伊若要为咱来死，就无冠冕，就无荣耀。搁一摆来感谢伊为咱所行苦的路。主耶稣，阮真感谢你，你牺牲你家己的性命，为着要赎阮的罪罪。感谢你用宝血洗阮的罪，互阮得医治，互阮得你稳定，佮互阮得完全的自由，通徛在伫你的面前，好当来对你求讨。感谢你为阮安尼献出，感谢你为阮安尼的牺牲，阮真正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救恩为阮来讲，再一次，我们再次来唱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一生信仰为我来死，抓我出往今日更面高高，和我为个在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贵为我流出，宝贵是飞扬，一定能得起死，和我完全的主，宝贵是你我的名，是我信仰，主耶稣，我盼了天宝里，宝贵是你。拢袂改变，你的天听阮祈祷的主上帝，欢喜来到你的面前，阮也感谢你所赐的平安，喜乐伫阮的中间，佮叫耶稣所牺牲的性命，所流的宝血来赎阮的罪责。感谢你安尼听阮，感谢你听阮到安尼。感谢你
可怜人民院忧伤痛悔的心，伫你的面前求你施温怜悯，求你会听，永远甲阮无相离。帮助阮为当搁用谦卑敬畏的心，甚至是顺服的心来服侍你，通互你的旨意得正伫这个地上。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继续为国道的代志来祈祷。大家平安，大家好。平安。请容许我用华语来讲，公道的事项。第一个，为世界国家之间的和平，从2020年的俄乌战争到现在没有停止。还有委内瑞拉，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对于伊朗的行动，我们真的借着这样的战争，发现主必快来，主必快来。然后我也有一些在中东宣教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这个基督的福音越传越广，有很多伊斯兰的人民，他们在梦中、在异象之中看见主向他们显现，这信仰的种子就一直的在传播。我们真的是为了世界国家之间的和平，还有福音的广传来代祷，还有为了培育新家人、新朋友的信仰陪伴、关怀代祷，为了我们自己的灵性造就、身心灵，然后不断的灵修、读经、祷告、领受真理，然后真真实实的在生命里面经历神，来传福音、来祷告。为我们未来的同工，然后能够在异象之中同心和异象前走，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青年，为了我们儿童，不断的成长，在信心里面更加的认识神，为了教会的还款，我们来祷告，来用实际的行动来呼吁，还有为了教会关怀软弱者，传福音的行动。要让这信仰成为是一个不是只有中产阶级的信仰，而是真正的、真真实实的，就像耶稣一样，他靠近有麻风病的、瘸子、瞎眼的、行淫的，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子爱这些软弱的人，为教会内兄姐的身体病痛恢复。欧峰、杨明姐、美英姐还有丽轩来祷告，还有为我们台湾人民认同自家的国家的身份，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国家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我们现在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也愿你福音大能彰显。在我们国家还有整个世界，主愿我们都在其中有份。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晚是启应的时间，我来启大家来啊。今嘛是启应的时间，我来启大家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
愿以应真慈款待我，通互全世界在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引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予阮。愿上帝赐福予阮。愿天下万民拢敬畏你。圣诗136首，请大家起立。现在请圣歌队献诗。
上海，亲像葡萄树甲正最主，我的为你我塞不回，幸福的家最灵的敬畏，让你教会人的归来，我的为你听我的陪，让你教会我所有力量，力量我的脚，永远无悔。有力量我的笑，来将这秒的名字背，让你心里想的想，又来描述休息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周报啊。第一点呢，周报的内容跟那个有点不一样啊，用我来念。第一点是本周是大斋期的第6主日，棕树主日。刚刚我们的敬拜团有讲到为什么今天叫做棕树主日哦。让我们同心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救恩。下年是本年度第一次圣礼典和复活节的礼拜。欢迎兄姐踊跃参加。4月2号的晚上8点到9点，在大湾教会举行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欢迎兄姐们预备心踊跃参加。请需要乘车的兄姐在晚上9点20分晚上7点20分在教会集合出发。本周三的晚上7点30分召开第3次的小会，请小会同工按时与会参加。最后一点是委员牧师即将卸任大桥教会的牧职的职分，从4到6月份开始办理年休假，任职9年累计的假期以不超过3个月为限。诚挚的邀请兄姐持续为委员牧师全家前方道路代祷，也愿神纪念他在大桥教会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另外，牧师休假期间，教会小会议长由台南中会委派的萧仁为牧师，南台教会代理，另本会的主日学华语礼拜、活水泉小组，还有周5、周6的门训班暂时的暂停聚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吴委员牧师、李存琪师母，还有哲恩、宇恩，然后莫恩还有乔恩，我们一起起立为这个家庭来祷告。不好意思，这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想到我们真的是感谢牧师，我们起身开口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吴圆圆牧师全家在过去9年为大桥教会的摆上。主耶稣，求你赐福委员牧师，还有传奇师母，还有他们4个可爱的孩子哲恩、穆恩、宇恩，还有乔恩。主耶稣，愿赐福牧师和师母之间的婚姻更加的幸福圆满。愿你开展他们未来侍奉的道路。主耶稣，这4个可爱的孩子，求主耶稣让他们早早明白你的救恩，早早认识你的恩典，并且他们的心被你来吸引，就快跑跟随你，并且求你赐给他们人生的意向，让他们一生一世为你而活，而且活得灿烂，活得毫不后悔，让这4个孩子成为这个家庭这个蒙福的代表。求你一路都与他们同在，不管到哪里去，圣灵和福音都随着他们的脚踪不断的开散出去。求主与这个家庭同在，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大家请坐。现在是消息报告的时间。对不起。报告完了，请切换本周的金句。我都靠你新的天，新的地，因为新的天、新的地已经过去，太阳无可无。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章1节。宇恩，请宇恩为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3章18章到19节。大家平安，我要共读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18到1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谢谢宇恩，谢谢。现在请委员牧师来我们的为小朋友祝福。请牧师为孩子们来祝福祷告。谢谢，谢谢。来，咱请所有小朋友来到台前哈。好，咱这个一遍做伙来为着这细囝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通过祈祷，通过甲主你的交陪，就是通过祈祷，甲你的话语的中间来领受智慧的心。
阮搁一摆将这细囝仰望交托主，互因伫一生的年日继续为主跑走天路，见证主你的名，互因的生命毋单单生命伫世间的年日会当有好的学习，搁较要紧是通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最好的帮助，成为最好的粮食。阮相信，阮的生命有改变，阮的生命有认罪悔改的心，阮的生命就要得主你的欢喜。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中秋主日，嘛是进入受难周的第一日啦，吼。所以咱请咱身躯边每一个兄弟姊妹甲伊讲，耶和华要为你开新的道路，耶和华要为你开新的道路。佮甲伊讲，军队耶稣的路，咱爱斗阵来行；军队主耶稣的路，咱爱斗阵来行。中秋主日吼，是象征耶稣荣耀要进入伫耶路撒冷。这份的荣耀，主要毋是亲像世间所看，伊是真公平安尼啦。但是实际上，伊的荣光、伊的公平是在伫需要伫受苦、牺牲，甚至派去十字架的道路来行。所以兄弟姊妹，当耶稣伊对伯大尼出发，爬过这个橄榄山，甚至了后进入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伊是为着要来完成上帝伊的爸上帝旨意。所以咱爱知影，咱今仔日咱的生命，咱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伊的一生的中间，亲像这图吼，咱看这个过程哦，足要紧哦。牧师要讲今仔日咱的信息以前，咱爱先有一个备班。当咱搁一摆伫这受难周的时，咱爱备办咱的心，爱知影耶稣伫世间的年日，就是为世间人安怎赔命。甚至呢，这个赔命需要啥物？需要镇压、较赢啥？死亡啊！就是伊最后是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伊搁有搁活无？搁活，若搁活，搁爱安怎？搁爱有上天哦！你茫想讲搁活了吼？搁活落圣神同在呢？无哦。搁活了，咱知影耶稣伫使徒行传你看。第一章内底有讲，伊是上天，所以咱爱知影，当耶稣上天了后，这门徒因是祈祷几工？因祈祷10工啊，50日了后，才领受到圣神啊。所以咱爱知影，上天了后，伴随着就是什么？圣灵的临在。若无耶稣的上天，嘛无所有的圣神的临在。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了解耶稣伊的一生。所以咱要做伙来领受主的真理，甲咱今仔日的信息以前，咱再搁一遍做伙同心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基督，阮是何等不配，总是你拣选阮，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救恩来成做阮的帮赞，阮要感谢你。伫这中秋主日，当群众伫遐咧喊发“和散那俄勒主”的时，当因咧迎子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主啊，你深知这是一条行往十字架的道路，是行往赔命、付出生命代价，却是行往生命荣光搁活的道路。主啊，我要感谢主你。因带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甲主你所册的路卜做伙来经历。阮经历过将近3100年日，每一项的事工的开始，若亲像你当时徛着驴啊，进入伫耶路撒冷的中间，是抱着谦卑顺服的心志，带着神圣的使命的呼召。阮来知影，阮起做上帝你的国。去做上帝你的教会，是要甲主耶稣基督同行这条背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要甲主伫这十字架的道路的顶面，做伙来经历生命破碎，甚至顶头死的经历。恳求上帝你圣神亲自来引带阮在座的兄弟姊妹，
互阮无看世间人人情世故的变化。愿阮的生命伫你受难的痛的中间，搁一摆来激励阮逐人的心，互阮定心阮的灵魂得到活命的快乐。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几日吼，牧师在整理我的物件的中间吼，我拼出我的一双鞋啊吼，这双鞋啊差不多是我2017年迄当时来到咱教会买一双鞋啊，迄双皮鞋吼内底吼，我咧甲看吼，有一部分吼还佫有好好的，有一部分是安怎拢已经破去啊。当我咧看这双鞋的时阵，互我想起伫咱上帝呼召我伫咱大桥教会3100年日啊，咱做伙探访，咱嘛做伙流目屎，为着兄弟姊妹的需要来祈祷，做伙搬过椅啊，嘛做伙冤家过，嘛做伙庆生欢喜过。这双鞋磨病啊，代表的是一段阶段的结束，但无代表我所爱行的路结束。咱知影，咱的生命一生的年日吼，好亲像咱伫即个接力赛共款，吼。即个接力赛有传即支接力棒的人，吼。传棒者伊必须安怎，伊要尽力，为着要将即支安怎，这个接力棒安怎，甲伊传互即个接棒者。啊，即个接棒者呢，伊必须爱对头对无的速度安怎开始出发。当传棒者甲接棒者，伊若会当伫同款的速度咧行的时阵，然后甲接起的时阵，即场的比赛，因的胜利就会安怎？的胜率就会更较悬。我咧想，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要安怎样，互咱来认捌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主题，叫做异象的传承。却是阳光的开始啊！伫咱知影耶稣要进入伫苦难的中间，伊这门徒敢真正会当理解？当咱知影讲咱进入伫教会内底有我人啊好的时阵，咱敢知影咱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讲，耶和华安尼讲，你唔通纪念前的事，你唔通想早时的代志。伊讲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打得发现，恁敢唔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我要讲一下这个圣经在的背景。当时，当有侪以色列百姓被掠到巴比伦了后，伊真久的时间啊。但是，这个民族伫因上绝望、上黑暗的时阵，圣殿毁灭，甚至家园拢无啊！百姓陷入极大的忧伤啊！因不断咧回想过去的迄个好，甚至伫迄个中间，伊感觉因是安怎沦落到即摆情形。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为什么对以色列百姓安尼讲？讲看，我要做一项新事。大恁敢无看见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兄弟姊妹，上帝要爱百姓，伊的百姓唔通怀念过去，唔是爱因袂记得恩典哦，唔是哦，唔是爱因唔通忘恩呐，不是啊，乃是要他们停止活伫过去迄种啥阴影，甚至感觉黑暗，甚至感觉无好的所在。我唔知影，当你咧看待，当耶稣要进入这个苦难的苦路的时阵，你是愿意想要跟伊共款，拼扛家己，甲伊做伙行咧，还是你咧家看伊啊？这无影好啦，做这个苦路，做这项事工，做迄项代志，较有啥物好诶？迄吃力不讨好啦，你看也无啥物啊，无啥物结果。我相信每一个牧者、主的萝卜，伫教会内底嘛相款。
阮其实拢足早有一个备办。当阮要献身成做主的萝卜，阮拢有一个备办，就是阮爱知影，就算事工咧进行的中间，就算要做的中间，无人支持，阮嘛着安怎爱支持了，爱继续落去，嘛着爱继续落去。你要听伫一个姊妹说，大家拢看袂落，感觉无需要听的人身上，你嘛安怎？你嘛着爱甲听咧。这就是耶稣。这就是咱所相信的信仰，咱所讲的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咧挑战因啊，挑战因迄当时因面对国家、面对未来的情形，因是安怎？唔通安怎？唔通一直咧看过去啊！兄弟姊妹，咱大桥教会每一个中级同工兄弟，咱爱更加同心，做伙行伫头前的道路，传福音的道路。常常伫基督的中间来认捌耶稣基督所予咱的真理甲话命。如果你咧徛倒摆，你咧开车吼，你若干那一直咧看后视镜吼，你会安怎？你也准备弄表，准备车号啊？知影我的意思无？咱爱知影即种的概念，就那亲像你咧开车、骑车共款。咱爱常常安怎？常常看头前，无咧看后壁。但是有时你嘛得爱注意一下后壁，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对无？安尼较袂免得发生真严重的错误。兄弟姊妹，上帝的心意，伊要证明，或者百姓认为感觉是死路的旷野，互人感觉是打扫绝望的沙漠，伊要个上帝亲自掌管咱生命的路。所以，甲你边兄弟讲，甲伊讲，主要掌管你的生命。佮甲伊讲，上帝就要祝福你。意思就是讲，上帝，你若无要互你的生命，互主来甲你掌管，吼，安尼你无法当得到即种的祝福。意思讲，有真侪时阵，咱来行往即个未来的道路，咱就爱亲像耶稣基督咧甲咱讲的，吼，上帝要为咱开新的道路。所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即段圣经在内底讲起，我要伫旷野开道路。旷野代表的是啥？旷野代表的是伊无啥，伊无路标啦。旷野敢有路标？无啊，伊无路标，啊，这风飞山吼，随时会将你所行的路安怎都无去啦。吼，所以有真侪时阵吼，咱的生命中间，咱有当时看无方向的时阵，失去目标的时阵，有当时咱亲像咱咧教会咧做事工吼，当啊要开始做的时阵吼，拢会感觉安怎？啊，无输啦，我做即个代志啊！我甲你讲哦，未来咱会搁较侪即种情形。为什么？因为即摆来无牧师啊，吼，是毋是？但是咱还阁有主人而靠，知影我的意思无？咱爱常常伫基督的中间，咱爱较侪机会同心合意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去明白到底咱的信仰，到底上帝互咱管理的教会要做啥物？兄弟姊妹。咱伫工作的中间，咱有真侪咱伫服侍顶面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毋是将已经有的路安怎，甲伊修补啦。咱茫想讲叫上帝来甲咱补咱所行的路，毋是啦。上帝是要互咱伫完全感觉无路的所在，伊要甲咱开一条新的路。所以兄弟姊妹，这代表上帝带领有没有开创性？你是要听长老？还是听牧师，还是要听主的，嘛要听主的。所以任何一个牧师来，你爱甲伊问讲，牧师，你想要做这项代志？哎呀，你挑战啊！知影我意思无？牧师，你有伫基督中感觉这是好的无？牧师来讲有，好，我对你行，我对你做。咱得有这种心志啊！兄弟姊妹，当人行走到无路的时阵，耶稣讲啥物？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所以，甲你边兄弟姊妹讲，任何的侍奉工作，拢毋是行主的路去。任何侍奉的路，拢毋是行主的路去。但是，侍奉是代表的是一个要紧的生命态度。咱要侍奉，就爱知影，咱有法当甲人安怎传到主遐。”如果你若清楚知影，你侍奉是要帮助你的生命更较亲近上帝，安尼这个侍奉你通好做。但是这个侍奉若无法度通互你去亲近上帝，
甲咱愈做愈忝，愈做愈多埋怨的心，我甲你苦劝，你毋通做。了解我的意思无？因为这个事奉对你无利益啊，这个事奉敢若会互你怨叹上帝是安那要互你做这件代志啦。但是我爱甲咱讲，上帝互咱人生的道路，通常拢伫事奉的中间咧修正咱的生命。所以你要知影，伫事奉的中间有苦，事奉的中间做伙同工的中间有困难。但是咱要清楚知影，咱有同心做伙认罪悔改的心无？所以兄弟姊妹，主耶稣基督伊咧讲起伊丰富的恩典，哪亲像会当互人有一个引传的 GPS 的导航共款啊？咱常常讲恩典有无？丰富的恩典，对不对？在苦难当中，你有没有得着恩典啊？有啊。所以你茫去怀疑一个人，伊所领受对主遐来的恩典的，你爱安怎？你爱好好去听伊讲。伊若有在小可偏差，你讲哇安尼哦。啊！你敢有感觉无相款的所在伫倒了？你当甲伊挑战，看伊安怎认捌真理。兄弟姊妹，你愿意遵照主的指示，同心做伙行这条献身的道路无？兄弟姊妹，以赛亚书咱今所看圣经节，佮继续讲着耶稣讲，伫沙漠的中间啊，先知讲，先知以赛亚讲，伫沙漠的中间，上帝要安怎？要为咱开江河。沙漠中开江河，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沙漠是非常资源非常的少，水源真少啦，对不？你真喙焦的时阵，你会想要安怎？哈，想要啉茶，但是你也连茶拢无通啉咧。哈，喝咖啡哦，无啦，你无茶无水通去啉的时阵，你敢想要死啊？你真正会死啊！所以有人吼，有人伊拢无食物件，伊敢啉茶就活呢，活几日呢，对不？没有水就怎样？真的会死诶！水占人类咱人的身躯内面的这个内面的比例是非常的高哦，非常高。咱的身上所有的它占比血液还多哦。好，咱经常讲讲这是血哦，其实不是哦，是水分哦。所以兄弟姊妹，心灵的打扫，同工关系的冷淡，教会资源的欠缺。拢是互咱伫信主的过程的内底真大的窒碍。但是兄弟姊妹，上帝互咱虽然生命伫生活服侍人物主的过程的内底，咱会哪亲像伫沙漠中的迄种的惊吓失落。但是上帝赏赐互咱的是甲咱讲，伊要开一条江河。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供应毋是拄拄啊好互你尔。伊是互咱的是哪亲像啥？哪亲像伫沙漠中的迄个江河，互你不断活水泉源共款。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得到这种？甲你边仔兄弟讲，主要掌管你的生命。主安怎讲这句话？伊是讲我必，好，我必。伊讲啥物？伊讲我要伫旷野，我要主哦，主讲我要伫旷野。你有要互将这个主权交伫上帝面前无？你有知影这是一个主权的宣告无？道路江河出现，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做希望吼，做事工做希望有一个新的道路出来，对无？咱嘛做希望伫打扫的中间有江河，亲像江河安尼，哇，互我有真侪。可以当得到滋润，所以兄弟姊妹，咱面对教会伫接续头前的道路，哪亲像耶稣要行入去迄个苦路，伊毋知迄个死亡迄种痛苦到底安怎，伊嘛会惊呢。所以耶稣伊伫即个啥，克西马尼园安怎，伊祈祷甲上帝求讨啊，伊嘛祈祷3摆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伫旷野伫打扫惊吓内底。咱有真侪未知的内底，上帝要做新事。这个新事就是今仔日咱咧讲的异象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异象伫倒落，咱的教会就常常爱做伙祈祷。伫接续咱无牧师的时阵，咱伫这段时间，咱爱搁较侪祈祷，含咱的长老同工，咱就做伙来祈祷，做伙迫切祈祷。常常为着咱的教会未来
要安怎行什么款，起做什么款上帝欢喜的教会来祈祷。兄弟姊妹，将主权交给上帝，唔是交给某咪人，唔是交给什么款的方法，拢唔是，只有交托给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对每一个伊所创造的人生命有绝对的主权。圣经内底耶利米书18章第6节讲，耶和华讲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啊，我对待恁，减无亲像迄个啥，迄个烧灰啊的啥，烧灰啊的人安怎？手中安尼咧做土吗？以色列人因安怎将这个土伫这个烧灰啊的手中安怎做？恁伫我的手中嘛是安尼啦。所以兄弟姊妹，你问亚做讲，哇！我知来这曙光哦，教会即摆来就是安怎，千万唔通。牧师要苦劝咱，每一个当工拢会记得，教会无所谓安怎做，只有安怎照主真理话命的话，主照法规，照咱应该爱做的，咱就去甲做好。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常常将这个主权交托给上帝，上帝就要定心来塑造咱的生命。兄弟姊妹，今日咱咧讲到，咱要安怎样领受这个荣耀的开始、荣光的开始，咱需要领受一个异象。这个异象需要咱常常同心合意。第一项，咱要来感恩、感谢上帝。2礼拜前，牧师甲咱分享，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内底讲，对头到搭。这个保罗先生，伊对腓立比教会的这兄弟姊妹讲，伊讲对起头到搭，恁是同心合意在兴旺福音。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要看到教会复兴，咱就爱倒转来伫同心合意的心志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在甲咱讲，这个曙光的开始啊，荣光的开始啊，咱所做的曙光，敢爱荣耀上帝？还是要荣耀什么人的？荣耀上帝嘛。所以曙光的开始，就是要得到有一天会当互看出哦，这个曙光赞荣耀上帝。咱要安怎做？甲你边仔兄弟讲，不要单打独斗。好，跟你旁边的说，不要单打独斗。好，这个很重要。所以咱伫教会看到有当丢了做无用，还是什么人真无用，咱就安怎？咱就主动甲伊问讲。讲会使无？有需要我甲你斗相共无？吼，有需要我为你代祷无？咱这话拢好通讲，拢不要紧。这话，这活动，拢是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工，会当伫做工的中间，哪做哪有亏力。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摆我咧回想，咱伫大桥教会做伙同工交当以来，每一摆咱咧落实上帝互我看见的异象甲看见。拢是同心合意的心志，唔是凊凊彩彩。咱唔通看结果来去看做工的人所咧做的代志，咱就爱看未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对齐，吼，甲这个上帝国要救人的福音的内底，咱来对齐呀，不是对齐在你的观感。要对齐在上帝国度的救人的福音，所以兄弟姊妹，安尼咱的教会开勇壮，安尼咱才是用感恩的心来起造上帝所欢喜的教会。第二，咱要知影，就是圣神的保守。约翰福音14章26节讲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出对耶稣伫临这个要行入这个受难的中间的讲论的中间所讲。当时门徒因都喊得真惊吓，因感觉讲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跟随者耶稣怎么会要受苦受难，要离开他们呢？现在门徒因感觉他们失去了灵魂的这个陪伴者。我相信在座毛真侪看牧师，做伙伫门徒训练，做伙同工的中间，会想到讲哇，牧师啊，你若要离开啊，迄种的心情，哪亲像迄当时门徒因咧看见耶稣
要行入去苦路受难的中间，伊嘛同款的心志。但是主耶稣讲，迄个保惠师就是爸，因为我的名所要找来的圣神，伊要将一切事指导恁。所以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咱着倚靠圣神。所以圣神是教会真正的领导者。咱目前咱所需要的，就是要依靠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经历这个旷野大道，让我们真正走在神的应许道路上面。第三，咱来伫主的听的内底合一。顶一次牧师甲咱分享，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讲，我所祈祷的，就是爱恁伫疼心的顶面，伫知识甲逐款的啥，这个骄傲啦、悟性啦，见识上多而又多啊！兄弟姊妹，这个荣耀荣光的传承啊，荣光的开始啊，关键就是在伫疼心需要有知识。疼心需要有疼内底合一的心志啊，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合一，合一啊，无代表没有意义哦。合一无代表没有问题哦。合一代表的是，咱无论伫互相讨论、互相的要求彼此的中间，咱拢着疼主疼人的心志。常常伫彼此鼓励中间，无互魔鬼砍赢，唔通互魔鬼留地步，唔通因为咱的情绪，唔通因为咱的一个话语来失去一个人。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这款的心志，做伙来行这条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伦敦英国的伦敦有一个礼拜堂，伫美市因为这个炸弹崩一个崩甲毁掉一半那亲像即摆这个美伊的战争共款。第二个主日会众，这个会众因伫这个教会这个断垣残壁的中间呢，大家心内就伫遐咧埋怨，有的人埋怨啊，有的人生气啊，有的人忧伤啊，甚至有的人伫遐咧议论啊，有的人讲马上来中建，有的人安怎赶紧去密起来。但是这个时咧，有一个教会司琴一个老司琴姊妹安尼豆豆啊，就行去伫这歪歪拽拽的钢琴的边啊，然后伊就弹俄勒的诗歌啦。这个钢琴嘛是有受损哦，声音袂介好听，音嘛无准。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继续咧弹。现场有人安怎？有人皱眉头，有的人感觉这声音有够歹听的，甚至呢，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有一个纽维亚人的兄弟伊晓悟着迄个疼心啊，大将伊的小提琴拿揢起来，嘛对咧开始扭落去。伊无指责，钢琴无准，伊用一个无相款的眼光去调整伊的线，然后互逐个人做伙，无伫迄个声音的中间来影响着因俄罗上帝的心智。伊用伊的小提琴的声音来去补足这个钢琴的缺陷。接续会场的中间，逐个人都静落来，逐个人开始唱歌俄罗上帝。迄天的音乐竟然比任何一摆的主日更较感动因每一个信徒的心啊！兄弟姊妹，这就是荣光荣耀的传承。钢琴每一个教会领袖拢会变，会老，会离开，会损害，甚至买那亲像这音乐噪音去啊！但是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无在伫这个钢琴有偌尔啊水，乃是在伫咱做伙同工的人，咱伫噪音的时阵，咱要安怎？咱要重新甲伊调转来，咱互相鼓励，互相提携，甚至互相带导。兄弟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见识啊？你有这样的看见吗？我们要做的工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两位兄弟姊妹，耶稣要行入这条苦路，
亲像咱伫服侍上帝军队主的脚步，伫行的道路同款。咱来付出生命的代价，咱来付出愿意放落家己，迄种破碎的生命，求上帝帮助咱、怜悯咱。我真爱一首诗歌叫《一粒麦子》，好，这条歌叫大家拢真熟。这条歌讲一粒麦啊，伊若毋是落伫地里死啊，无论过了什么偌济时阵，伊要顾是伊家己，伊若愿意，互伊家己被埋逮咧，被用尽了，必结出许多子粒来，经历生命的奇迹。耶户瓜讲主啊，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失丧生命，必反得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无论我们的牧者去到哪里，神必定保守我们的心。但牧师也要鼓励各位，我们一起同心，在建造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多读神的话，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互相彼此鼓励，互相彼此代祷，神的教会不会垮了。只有人的心会怎样？会垮了。好，有一天咱拢会离开世间，但是有一天，当人来回想在讲，大桥教会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杨金惠，叫做毛淑慧，叫做许靖宇。请问你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为主而活，但你们有荣耀神吗？你们有遵照神的使命来走吗？愿主帮助咱，常常的抓掉这个上帝给咱的使命，就去为主做美好的干净，用恁的生命去互看出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上帝帮助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你讲，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土里死啊，要搁是一粒。这个时刻，伫大桥教会助力的萝卜有变换时，阮要犹原有一粒同心合意的心志。阮愿意领受主你竞选阮，成做你儿女的呼召。虽然阮的性命亲像麦啊，遐尼啊微细，只要阮愿意自神看主，的确看见上帝你所赏赐蒙福的生命，所要带互阮的荣光。主，阮要恳求你，圣神来引带阮，无得惊吓未来的冲突，无得惊吓未来的挑战。阮要不断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活出破碎的生命，保守阮的心，学习听主听人的心志，来得主你的欢喜甲祝福。愿主你的圣会伫人变动的中间，无亏欠主你的恩典。愿阮的生命嘛伫军队主你的道路的顶面，伫阮的生活内底，通带出实际传福音的行动力。亲像阮愿意，亲像种子的麦啊落伫土里相款，互自我的坚持死去，互你的旨意真实成就伫地里，哪亲像伫天里相款。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上帝你嘛赐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年长者，每一个伫主你的面前，愿意将因的心志奉献予主的。求上帝你坚固因的心志，互因的生命、心、心灵拢得到健康的生命。感谢主，阮搁一摆将阮今日的圣会献上祈祷，感谢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253首。上帝教会毋是，咱做伙起立来吟。上帝的教会毋是咱人，愿用金雕刻的圣殿，山林跟基础的外会有，是对世界的。
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受罪的主权。伫昔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超越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源的教导。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灵领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依然徛咧，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荣光归圣地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加扶持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个之地，互咱伫圣神的引出内底，无搁再怀念过去，乃是定睛主神看主，伫主为咱启示的异象的内底，咱会当做伙来行达，为主做美好的干净，直到主搁来的时，愿主的平安常常赏赐予咱，奉父子圣神的名，阿门。请坐立倒。